我怎么觉得你女朋友的水平比我女朋友还烂啊？可是你水平也不如我男朋友啊。吵架不能输，不要介意。林姐，我明天要去江苏参加双11的晚会，我请假1天。好。你要是想看，你就可以看哦。我会唱歌，但是我的节目会比较晚。那出场前给我发微信。还要提醒你啊，有点大牌。尊敬师长。好的，于老师。走了。你怎么还没出门？你最近干嘛呢？偷偷摸摸的，一大早出去，3更半夜回来。为人师长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没什么。你要出去啊？我神神秘秘的。你在干什么？离上场时间还早着呢。于老师让我抽空练习，我能拒绝吗？我不能。半小时来看一眼。马上。你这么准时吃完啦？是啊。那你现在在餐厅？你师兄走了吗？走了，他去喝酒了。不带你吗？可怜。是啊，不带我。这一局我打下牛魔吧，你打射手。行。哎，我怎么开的全对语音？马可，我怎么觉得你女朋友的水平比我女朋友还烂啊？可是你水平也不如我男朋友啊。吵架不能输，不要介意。别闹了，那是他玩射手，李白我不太熟，不信我下把拉你们，秀一手神级马可。马可加油！你们别说了，我要挂机了。今天双11光棍节，结果大街上到处是情侣，老子现在躲在家里打个游戏都能匹配到2对情侣。完了，挂机。